各位天司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啊。今日节目当中，爱同大家来分享一个也个名的，一谈起来阿群妹就动有兴趣的品牌吼，叫按到猛男农夫。大家就底下阿群妹也结婚了，所以人气尺度可以比较开。怎么个记得按到猛男农夫呢？什么记得这个卖嘛个？这个猛男老板真的很猛男吗？接下来哈，节目底度也有请呀猛男农夫呀两公婆来同大家来分享家到嘅农产品，还有家到种东西嘅呀的歌唱啊，还有家到嘅辛苦嘅素材，细细嘅来分享家到来分享猛男农夫的头家凯琳。大家好，我是猛男农夫的凯琳，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好，分享凯琳哦，接下来係讲嘅朋友，分享资源。大家好，我是子源，很开心来到这里。好，分享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你们来。但是这个名字“猛男农夫”呀，歇斯实在太吸引人了。係唔係同大家來了解一下，做乜嘅很多猛男這個這麼有印象鮮明的這樣子的一個名字？先澄清一下，我們的 FB 叫做猛男農夫養成計劃，我們真的不是做健身品牌，我們是在賣蔬果的。哦，對，然後當時會取這個名字，主要是因為很容易被誤會耶，超容易，還有客人覺得收到我們的禮盒，想說。管理員都會覺得是不是健身情趣用品？對，會比較尷尬一點。對，但就很好記。當時會取這個名字，主要也是因為本來在新竹工作，應酬就有比較多，所以那時候體重一度差一點要破110公斤。哇！對，然後當時啲新竹係做乜嘅投入？哦，那時候是在做機械廠的業務。哇！跟亞下轉去鋼田完全係不一樣，冇咁樣去洗頭哦。對，所以先前就係因為工作嘅關係，所以會有應酬，故說嗰陣時天空就有一點小危機。對，有一點小狀況。對。然後後來就決定回到家之後，妹妹就說：“哎，那山上可以成為哥哥的健身房。”好天然哦。我們那時候就想到說，把名字叫成猛男農夫養成計劃。哦。對，還有另外一層含義是說，因為我們其實當農夫要會的東西非常多，不管是作物栽培，甚至你要會看天氣，然後一些簡單的水電。然後甚至藥物的調配，這些你都要懂這麼多的知識，所以我們期許自己成為一個很猛的農夫。哇，好可愛哦！要在品牌名稱嘅時候，這你可以很有上癮嘅創意，很鮮明。而且剛剛講到那個哈貝啊，這是你們的箱子嘛，對不對？上面真的就是寫猛男農夫，還有用很粗壯的手在上面，很可愛。所以這是你們氣嘎本氣嘎嘅一類這個品牌的形象，然後也是一個很有上癮讓消費者覺得很吸睛的方法嘛，對不對？對。故說你一下就賺到董事，人家屋卡，人家家鄉。先前剛剛有講到這條工作全部就懂某行，非常的忙碌。那為什麼決定要返鄉？除了健康這一塊之外，另外也是因為當時公司有在討論說，是不是可以外派到大陸去？哦。那時候已經有了女朋友啊，然後就在想說，本來她在台北工作，我在新竹工作，就已經分隔兩地了。但是在台灣內部還是可以用高鐵、火車這些可以解決。對。但是如果到大陸的時候，就不知道到底會娶誰。要遠距離戀愛。對，不知道會娶幾個？沒有，就最後也是還有家裡的。就是雙方的父母身體都有一些狀況，我們就想說，那我們是先回到家鄉，然後可以照顧他們，然後我們再來想我們的下一步要怎麼做，這樣。哇，所以就決定兩個人一起回到家鄉。那子源也當初也很認同這個做法嘛，因為其實要回到鄉下去港中去務農是蠻辛苦的一件事情。對，我比較幸運一點，因為我的大學的那個學經歷就是跟農業相關。對，所以我對這個部分比較沒有那麼的陌生，雖然不是非常熟稔，但不陌生。然後再加上最重要是父母的支持，我想可能比較少
女儿的这种爸爸妈妈愿意把女儿嫁到乡下去，对，但当时非常感谢，就是他们也认同说有一个健康的生活，然后比起就是高收入要更重要，对，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一起回到东市，然后先从农业，然后来开启我们的生活。很棒，而且家的吼，唔但像係有创意，天天也下咩，一啲啲咧做出也就成績本大家看了。古老晒下來就來像凱琳同大家來分享家屋家中嘅柑咩，大家看到柑咩就會知道，柑咩聽說會托嘅黃黃啊、強強炎炎、動醬嘅啊、動刺嘅啊，啊唔過今日呢，我同大家來分享一種柑咩，叫做火燒柑。对不对？它其实长得不是最漂亮的，它不是哦，但是有懂懂你 T P 爱请亚中给火烧柑哦。对，为什么？我先介绍一下，就是火烧柑其实有2种，一种是太阳晒，然后它组织坏死，有一边硬硬的啊，对，我们客家话说小평哦，对，就是那个晒伤，然后里面水分比较少，所以它相对甜度也比较高，比较明显。对，那另外一种是。有一种叫锈逼的虫，去咬掉它的油包，油包里面的油脂溢出之后氧化变黑，所以外面就很像烧过一样黑黑的一层锈斑这样。所以这种火烧柑的话才是好吃的，因为它只有表皮受损，里面没有事。所以你头晒的火烧柑好吃吗？它脆脆的，脆脆的，但是它水分会比较少，因为有一边组织坏掉，你等于能吃的地方、使用的地方比较少。哦，啊，不过虫的咬过的，只有表皮受伤，表皮的那一种火烧柑，就会红色的火烧柑。经过除放之后，它的果酸往下退之后，它甜度出现，它的风味会更好，这样。真的，对，哇！而且那个植物很像有一种机制，就是它被攻击的，它就会想要防御，对，然后会产生一些就是物质，然后我们觉得，它的风味反而就是真的会特别的好。哦，啊，不过亚中火烧柑算是特别限定版、隐藏版，对不对？对。因为不是到这个柑咩都会有本虫的咬，对，所以根本你没冇带来先虫，冇办法。古时候，N 节目当中就会同大家来分享吼，除了呀很难遇到的暗用嘅火烧柑好食以外，一般来讲，喺啲那边去市场啊，也係讲买柑咩嘅時節啦，按用版來套又講又好食的柑咩呢？凱琳要怎麼挑選？一般来说，我们都会选外面油标看起来表皮看起来比较细致的，然后看起来形状饱满，不要奇形怪状，圆圆的。对。那有一些像柑咩会有个果粒嘅形诶，有一些果肉的形状，这样子是好的吗？哦，这是还好，还好，这个不太会影响就对了。所以主要是形状要圆。对。韩国它要垫起来有点沉重感，才表示里面有水分。有水分，然后我可以再稍微介绍一下，其实北中南各地都会有椪柑。那但是因为以生长期来说的话，南部因为天气热，所以它的生长期比我们再短1个月。那我们中北部的会稍微长一点，所以我们蓄积的就是风味会不太一样。因为你种的时间，所以它长。对不对？它长的时间、生长期比较长，古手吉会累积的风味会跟南部嘅柑咩冇嘛嘅共用。对，风味上不一样。风味不一样，然后储放的时间也不一样。南部一般来说都是采这种青皮椪柑，然后他们大概能够放的时间就1到1个半月左右，1个半月就要赶快鲜食吃掉。但是我们中北部比较不一样，尤其是我们东势那边都是采下来之后，我们会套一个塑胶袋。隔绝外面的一些病菌，对，然后储放1个月之后，我们再开始出货到过年。先冰1年。对，然后就是要等它里面的果酸退下来，甜度其实都一样，但是要等果酸退下来，让它2个风味是大家会觉得说会更好吃，口感更温和。所以呀，柑咩黑嘛该时节摘的。我们这个是今天采的，我们这边对，我们中部大概都是差不多11月中才采收，那南部大概在10月初就可以采。不过刚才讲冰过以后做得冰到过年，对，过年给到时间。那我印象当中有看过那种有立胎的柑咩，然后是已经是橘红色了，对，它这个会转色吗？它会转色，也会转成橘红色。原来会暗呢，我闻到那个很新鲜的果酸的味道。
鼓手按用刚摘下来的柑妹有人参吗？有，还是有人喜欢吃？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分2个，一个叫极酸系，然后一个是甜心系，就是没有酸哎，我觉得 OK 哎，因为其实我会讲酸给你，我很怕酸。就是我虽然蛮爱吃水果，不过吃到酸那还会眉头会皱起来。但是我刚刚吃，我觉得 OK 耶。啊，真的吗？其实我们很多客人以前是不吃橘子的，然后后来发现，其实他们不是怕酸，是怕只有酸。对，所以水果的风味很重要，它的重点其实是糖酸比。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为什么需要等它一段时间，就是因为要让那个甜跟酸的比例达到最好的时间，而不是说只有追求一味的甜度有多高。对，所以柑橘的迷人的地方在于它会随着时间，然后风味慢慢的改变。然后酸味同甜味都爱有，然后你就可以看你的喜好啊。嘿，讲好吃酸的你呢，就做的是按用比较新鲜的，对不对？刚摘下来的啊，嘿讲好吃甜的你呢，像阿 Q 们啊，我就做的等到过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圣诞节后就可以了。圣诞节后就可以了，对不对？圣诞节后到过年这个期间，呀，柑妹不用的一段时间，它的酸甜比例转弯过后，会有无共用的风味哦。鼓手吼，其他的还有涵盖到的内容，可以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进到节目当中哦。好，欢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猛男農夫，加到咩健身品牌，加到係中柑妹中東道青菜購置也到嘅，啊今日來同大家來分享加到嘅柑妹，家下有講到吼也託柑妹愛託用版託咯，開領要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哦，啊唔過其實柑妹除咗好食以外，還較重要就係佢港中嘅高廠，它在種的過程裡面，你們選擇了一種方式叫做減藥栽培。是，減藥栽培最主要是第一個是我們希望說，完全不用農藥真的不容易，也沒有產量。那我們會希望說維持產量跟安全這兩件事情，所以我們在選擇的方式是在對的時間用對的藥，而且不一定要像以往都是可能一種蟲都會配2種藥、3種藥。第一個，我們是先把藥劑的量減下來，再來是釋放的時間，我們會把頻率就是縮短，可能1個半月到2個月才有一次藥上去。對，啊，其他時間我們當然中間會加上一些有機質材在噴灑，所以我們有幾次在做農藥殘留檢驗的時候，的確是可以做到無農藥檢出的，但還是要看天氣。像今年天氣熱，或許就有可能，就是我們的施藥的時間就是沒有放到這麼前面就停藥這樣。對，那不過我們現在還是很堅持，就是1個半月前一定要停藥，因為大部分的藥現在的推薦藥劑在1個半月內基本上都會降解到它的一個安全容許值內。對，所以我們其實也有在做產銷履歷。那這個部分等於是政府在幫我們做一個擔保，說我們是有照這樣的方式去做。也係也都輕堅持嘅事情，就是盡量把這個我們出產的農產品，它的農藥殘留量越少越好，對，盡量做到最少。也咩係也係後生人吼，懂上網啲嘅經營嘅事情，因為其實台灣嘅農業已經很厲害了。然後大家都在往更好的地方發展，其實大家都希望能夠減少農藥，就減少農藥。真的要給你們拍拍手，因為減量其實要做懂得嘅實驗，很辛苦這個過程，然後那個藥物的調配，全部就會起嘎來，對不對？對，每年呈現的效果也不一樣。也不一樣。對，每年都是一次新的嘗試就是了。哦，啊，唔過像按用嘅柑妹啊，聽說就懂書到人家的消費者嘅分享。那聽說人家的有消費者買一箱柑妹，做人都不卡，天天就攞貴箱嘅柑妹實體咧。
对，这么好吃。他说因为椪柑很好剥皮，他想说扒开来吃一半一半，吃完以后想说好像还不太够，再补一个。就一箱20几个就被他吃完了。哇塞，20几个！但是这样比较不推荐啊，因为任何食物都不建议过量。对，橘子也是，就是一天吃2到3个就差不多，然后其他可以留给家人吃，不要一个人独享这样。冇吃咖色太多啦吼，同大家来分享吼，乜嘅东西都有用吼，就算好嘅东西，咩唔好食太多哦。好，接下來吼，今日節目當中，聽眾要同大家來分享嘅共生農民啦。今日共生農民啦，我請凱琳同子源同大家來分享，呀，柑妹唔單槍做得直接當鮮果吃，其實它也可以做果醬。唔過做果醬有一類特別嘅細優良，做得本體增加風味哦。到底要怎麼做呢？在做果醬的時候，其實要增加它的風味，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利用它的外表皮。我們先把表皮裡面那一層白囊給它刮除掉之後，皮給囊愛刮開，對，這樣不會腐腐。對，然後再把它比如說切成絲啊，還是你要把它撕成一小半一小半，再用熱水去燙過它，去它的苦味。滷膏哦。對，連續幾次之後，你覺得吃起來沒有苦味的時候，再把這個東西加到果醬裡面，就可以增添一個就是精油的香氣，這樣。古時其實像柑妹嘅果醬哦，唔好搶食柑妹果醬嘅果肉甜甜哦，係講你要用一絲絲的呀柑妹皮到底部，我有冇去用嘅口感同風味，就像韓國的柚子醬也是這樣嘛，對不對？就是要放一些那個柚子的皮在裡面，會有這種脆脆嘅口感到底度。以前你們也有在做橘子果醬，對不對？不過哈黑又沒有做，太忙了。太忙了，對。對，古時候呀哈冇啲嘅咪，搶喺同大家分享聽聽哦。做柑妹果醬嘅時間，做得不用一啲啲嘅柑妹皮就會很較好食。好，家下人講到吼，其實種嘅果廠全部就都辛苦，然後你們現在得到了很多肯定，但是中間也有經歷過起伏，沒有讀到算是很辛苦的一個狀況，長輩都不是太看好，有點擔心的狀態。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有，那是我們剛回來的第1年。那我們因為想說，為什麼大家橘子採下來之後，還要再用一個殺菌劑去做殺菌？但是我們就覺得它算是藥物，雖然它很快就消退了，但是我們就希望說用更天然的資材來取代。後來我們就到處問，然後農改場啊，很多專家這樣，然後後來找到一個叫次氯酸水。但是因為第1年我們就想說，連 paper 都講說要用多少 ppm 的就可以了。但是我一次就大量釋放。結果我們那年4萬多斤的橘子，有15000多斤，全部都是爛掉倒掉。所以差不多1/3耶。1/3，對。是因為那個次氯酸水的可能它的濃度配得不對嗎？應該我們在猜測，是因為我們買回來的機型跟外面做出來的大家的濃度會有一點差異，不一樣，所以我們應該要依我們的機器去做調配，測試完之後再大量釋放才對。所以才會出現這個很尷尬的這種局面。所以給我是1/3，因為柑妹就是1年1次，1年1次。東市的柑妹1年100聽，然後就是1/3就沒有了。爸爸媽媽臉都黑。所以就是有暗湧給情形，但是經過一次次的成長跟實驗，後來也找到很好的方法來做了，對不對？然後甚至還做了草生栽培。對，草生栽培其實一直都在做，從我爸爸那一代，他們就沒有在使用除草劑，哇，然後就是都是用人工割草。對，其實人工割草真的蠻累的，用除草劑的話，一年可能用聽他們說好像是2次到3次就可以。園子裡面都乾乾淨淨，對但是用割草的話，基本上1個月要上去1次。如果遇到雨季的話，可能20天就要再割1次草。所以那個人工跟金錢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但是草生栽培除了冇用殺草劑，按用嘅化學的東西以外，其實對土地跟整個環境都是有好處的。對啊，對啊，你的草相越豐富的話，裡面的微生物就越多。對。那另外有草的話，對我們來說，在下雨天的時候，葉子可以蒸散那個水分，就讓根不會被泡爛。對。那乾旱的時候，你有草可以擋住陽光，對，可以含水，然後也不會讓土壤直接被太陽曬到。
地温不会升高，对植物来说也是好事。这样，你看，因为这个以前跟农业八竿子打不上关系的，哦，亚哈做的共存暗斗，共都头头是道，中马该给他的暗腔了，就是他们已经得到很多肯定了哦，得到这个。中区甘安局评鉴大赛第3名，2021台湾农业100大精品，然后还是总统的伴手礼。唔但枪暗枪，伊也得吼，加个感美和做的许多呀，台湾动态的也得超级市场，对不对？其实很厉害耶，而且能够进到这样子台湾连锁暗涌给超市是很不容易的。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是怎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机缘？我们有一次就是去参加展览的时候，然后有一位小姐，她就在我们的摊位前面，来来回回，她总共经过了3次，然后试吃，对，然后最后她表明说她其实是超市的采购，然后她发现就是这样子run下来，然后人气都没有减，然后而且每一次试吃都是品质都是很稳定的。所以他想要邀请我们，是不是可以加入他们的供货的小农的行列？那因为他们也开始想要尝试直接跟小农采购，对，所以我们也非常认同这样的理念，所以后来呢就加入了全联的这个小农专区这样子的供货的农友里面。古时候尤其非洲的低亚连锁的超市底部青豆蒙南农夫底部给赶美哦，真的是很厉害呀！做的港中都按呢吼，都要全国连锁的这样子的一个品牌，非常的不容易。单枪按呢，给他的喊第一个在做这个农村再造的这些计划，对不对？而且是跟 CMO 也跟女力有关系哦。对，因为像我是一个都市女孩，我嫁到农村，其实我农业技术也不好，力气也不大。说真的，就是在农事现场生产的部分，我帮不太上忙。但是呢，我的专业知识，比如说行销啊，然后或是我可以运用一些我以前学过的一些语言的方面，去协助家里的农事业的发展。那这是我想要也想要让农村的长辈看到的，说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媳妇，其实也是有可以帮上忙的地方。像我们的蔬菜箱也会帮就是长辈一些很厉害的客家腌制菜的手艺介绍给我们都市的客人。对，然后我觉得是一个互相补足彼此的专长的不足的部分。对，那再来就是其实农业的现场的人力是可以说真的可以用外劳啊，或是一些其他工人的方式解决。但是我观察到在农村有很多文化，特别是食物的部分的文化，通常都是一代一代，妈妈传给婆婆传给媳妇啊，或传给女儿，这样子从家里面的女性传承下来的。那所以我也很希望说，我们这样子新一代的女性进到农村，她是可以延续这样子的传承的文化。对呀，什么人嘅你头顶农村地都唔单枪港中按用出按用嘅你听听，其实佢也就做得用佢也就嘅智慧啊，佢也就传承嘅内涵啊，佢也就嘅记忆来带通规嘅农村哦。先休息一下，等下还有含卡到嘅内容要同大家分享。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是钟宇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呀，蒙南农夫家的种嘅农产品，唔单止有甘美啊，接下来要同大家来分享，刚好呀，这个调感用我们的资源，同大家来分享到这个农村的女力很重要，所以呢，唔单止做呀的农村嘅其他嘅洗头以外啊，还做得推出按用嘅蔬菜箱。
对，这样子蔬菜箱也联合了在地的很多的农友，对不对？是，它的发想其实就是像我这样子，很菜的新手媳妇，不会煮饭的人。我的朋友跟我说，哎，你当了农夫了，可不可以帮我们这种很忙的妈妈，又手艺不好的妈妈，准备一些日常可以煮的一些新鲜蔬果，最好是都不用洗，都不用挑，直接切一切就可以。有这么好哦。但是我觉得他讲到我的心声了，因为真的是蛮难去采买，对于像我们这样子的人来说，所以后来我非常感谢我婆婆，她教了我怎么样去使用客家的一些腌制品，可以很快速的做好一餐。哇，对，像冬瓜酱啊、凤梨酱啊这些传统我们在都市的人的印象里面是比较很少使用的。然后，但是我发现说，其实这才是农村的智慧，它才是真正的方便菜。对，所以我们就是把这样子的概念融入我们的蔬菜箱，那跟一些其他的农友大家一起合作配合，那除了新鲜蔬果之外，我们也提供很多像这样子的腌制品，然后酱料，然后让妈妈就是在这个一箱里面，她就可以满足她一周所需要的东西。哇，就像头前看到给这个是羽衣甘蓝嘛，对不对？对，这事情也是你们自己种的吗？我们自己种的，自己有种，然后也有跟农友配合，就是台嘎 Q 哈，然后。其实这个菜蛮少见的，对，不是大家都有种的菜。对，因为现在饮食也在改变，也会有一些绿拿铁啊这样子的族群出现，需要这种深绿色蔬菜。对，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就是买你所想要的就好了哦。对，所以你的蔬菜箱完全全部都是自己可以决定里面要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客制化，可以客制化。所以每个人的蔬菜箱收到都是不一样的。好棒哦！而且刚刚也都来给时间，大家在陈设样旁给时间，就批到那个气味，真的是感觉都总哈回到乡下的味道，就是那个腌制品的味道。是，对，而且它真的是原来它除了好吃之外，它还可以很简单的做料理。对，我也非常惊讶，就是像是婆婆教我们做的酸笋啊，酸笋，对它非常非常的方便，可以蒸鱼，可以煮酸辣汤，它可以炒变成小菜，然后它可以跟青菜一起炒，各式各样，我觉得完全打破我们过去对于客家腌制品这样子的刻板印象。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带到现代人的蔬菜箱里面，第一个它不用加一些化学的添加物，它是用最天然的方式保存。第二个，它其实也会勾起很多妈妈她以前小时候的回忆，那她就可以跟她的孩子分享。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食农教育，我们不一定要小孩到现场去拔菜，要做食农教育，餐桌上我们就可以用讲的，有没有？好，你阿婆含这个时间咯，全部就是爱用的东西哦。对啊，啊，这一两还有就做在帮一台湾饭哦，大家都这样讲，对不对？所以像这样子的腌制品也可以搭配这个消费者的喜口，看起来的熊恩嘛该就把它放在蔬菜箱里面。是的，按这样子要怎么订购啊？因为我都很想订了。我们每一周都会有开一次就是表单，然后让大家选，因为季节性在变，所以食材会一直在变化，所以我们每周都会开一个时段让大家去选购自己需要的，然后隔周只会有一天，因为要讲求新鲜，我们只会有一天，然后出货让大家收到这样。鼓手所以上面搜寻猛男农夫对蔬菜箱就找得到了，在我们的粉丝团就可以，粉丝团就可以看到了。然后鼓手后有兴趣嘅天时机条前的观众朋友，喺讲像阿 Q 妹穷用某含去买菜，我真的也只能去超级市场，我不能去挑选非常总得去市场去看懂到种某穷用嘅菜，我就真的没办法。所以蔬菜箱真给黑像上班族的好朋友哦，鼓手分享大家来同家就来听哦，来煮。唔但像你刚刚有讲到按豆给要的卤味东西，今天也有带到现场。我刚刚一直讲，有蓝水就会流下来耶，好想吃哦！所以接下来就会同大家来分享吃这一下，这个是卤咸菜。你知道我有是苗栗公馆人，那苗栗公馆的咸菜也很有名吗？现在要来挑战是不是？有信心。很香。对，其实。
第一种哈是都给韩菜跟台北吃到牛肉面的酸菜完全不一样，风味完全不一样。这也是你们自己平常喜欢吃的吗？对。小孩嘞，小孩可以接受吗？非常意外吧，小孩很爱吃哦，好好吃哦。而且它可以煮汤，然后它可以直接炒，不管搭面、好香菜哦都可以。这个很好吃哎，怎么办？我妈有公馆的招牌，加油！这都是爸妈晚上工作完以后，晚上再来慢慢把它揉出来。而且不会懂咸呢，它的咸度是很刚好的，然后酸气很好吃。然后三好了，呀呆吼，这一块很大块，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整罐的呀，很多马盖，它的名字叫做菜头龙，菜头龙，这个是我没有谈过按用的讲法。其实用板粥跟大家说一下它是怎么样的。我们是用盐去把它的去杀青，把它的苦水逼出来，然后再用糖醋水去泡。所以其实做法很简单，只要花时间这样。糖豆给烤，还是给上瘾哦，因为动车。就是像一般人卤嘅卤配类，对，然后切的、切的，就真的就是像你刚刚讲的，抓盐让它腌过之后，然后再个จิ้呀的甜的啊、酸的啊，饮后给调味就做的，这个叫菜头给龙，给是另外一个东西，对，所以这些腌制物全部你都没有做。对，都我们自己做的，然后都是爸爸妈妈给的传下来的味道。对，它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会吃到的这些东西，然后我们推荐给我们的菜商的客人，其实进到他们生活里面也很方便。对，还有我很久没看到的这个酱冬瓜。对不对？对，这也是上礼拜刚做好的。漳州后哎，它拿来煮汤啊，甚至你拿来煮肉燥，也是很棒的一个调味的东西。蒸饮后，对，其实冰箱就不要放那些饮料啊什么，应该放很多按用给卤味东西，这些东西煮翻煮起来，真的30分钟2道菜没问题耶，对不对？对，真的。有时间下班，像我下班6点6点就真的很需要很短时间可以做好饭吃饭，所以都市的少女们每周得出好菜，好不好？只要有心的话，还是有方法的。但是呢，其实从我吃到亚哈高蛋让我很羡慕的生活，不爱懂很鲜，因为你们在很舒服的环境，然后在东势安阳嘅山峰、韩国 UD 啊农庄农村地度，我觉得这样子的生活很向往。所以你们的农场里面有办一个家庭日，这个家庭日我一开始以为那老豆那本配人来都给他的个农场来参加家庭日，但是不是你们的按用个家庭日那本七家的朋友、七家的农友，大家一起来这里办家庭日为什么有这个？我跟我想象的家庭日完全不一样。因为其实我们年轻一代回到乡下之后，其实蛮需要有生活的营造这一块。对，因为我们不像老人家，他在长期在地生活，有很多的亲朋好友，那反而我们到那里之后，生活的粘着度不高，所以很希望就是有大家一起，以前早期说的同村共养，我们大家一起把小孩带出来，然后以家庭的方式做互动。而不是只有技术上的交流，而是比较生活上面的交流。我们希望用这个方式，然后让大家在这个地方的生活啊，然后感情啊，然后都会更好，才会真正就是让青农跟他的家庭都愿意留下来，对，留得住在这个地方。因为多农人可能会知道，我伊咧唔咩压在素菜给你，我来都压，我就抢周谁听听，我又没办法同我的朋友联络。所以久了之后，其实会有一点孤单。对。但是透过这个方式，大家有新的连结，对不对？对。按用农村立章都得继续留等下来。所以未来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计划？有没有想好？未来之后还想要做什么？你看你们有女力了，然后有到这个铺货到这个全国连锁的超市了，谭优兄会做嘛干嘛？
想说可以让小孩开始逐步的参与我们的生活，然后让他可以认同这块土地。虽然他不一定未来一定要当农夫，可是我觉得这个参与是很重要的。所以可能跟长辈的想法比较不一样，长辈会觉得就是送出去念书，念越高越好。对，但我们的想法是希望让他真正就是学习跟体验到我们的生活。我唔错，故说今日真运动，谢谢凯琳，谢谢子源，同大家来分享家的嘅想法，唔单将农产品听，佢清楚要喺爱知道同大家分享家的想法嘅歌唱，家的想法嘅内涵到底度哦。故说今日希望天使機條前觀眾朋友會喜歡今日嘅節目哦，謝謝你們，也謝謝天使機條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停定欣賞嚟做運動哦。好看福起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簽讚，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